嗱，香港嘅粵語吟頌調咧，基本上係以南來文人為一個核心嘅，個隨機性好大嘅，睇個人係邊個，佢係邊度嘅人，佢學習嘅時候帶咗啲咩吟頌調過嚟，佢嘅母語未必一定係粵語嘅，但係總之佢喺香港佢就用粵語吟頌，咁所以其實係有糅合咗好多唔同嘅因素喺裏邊啊。例如話何淑慧老師，因為佢本人好中意聽粵劇嘅，咁所以咧往往咧會將粵劇或者南音嘅某一啲裝飾音啊，某一啲嘅風格帶咗入去。即使係同一個師承啊，咁可能佢除咗聽吟頌之外，佢仲聽其他音樂，就往往就可能會將自己嘅喜好帶咗入去啊。咁所以其實嗰個來源好廣泛嘅啊，例如話戲劇啦，例如話一啲嘅説書啊，或者甚至係叫賣啊，甚至係一啲宗教，例如話係道教佢去念祭文嘅嗰啲嘅旋律啦，其實往往都係互相相關嘅嚇。當然呢啲嘅所謂祭文嘅旋律，其實都嚟自當地民間嘅一啲嘅音樂。